所以讲咧，伫即个当中咧，咱的自信失去了就这个当中所以讲咧，咱对了伫生命来讲嘅，要安怎去调了咱的心，调了，要安怎调咱的心，调摄咱的心。你若法讲调了，就是生命，你就是会当真正真主人。就是真正会当做着你生命的主人，咱拢是有心，啥物心？有信心来咱活的。咱即摆入面我讲我会当做心的主人，我拢要甲想好，我不会甲想。安尼咧，你就当保持了你自身的清净，那安尼你就当做生命的主人。所以讲，你学即套功夫真正就是好势在讲的，困难。我讲过国父革命时期11次成功，而且这革命来讲本来过了800但是唔敢讲迄个进步中，是有一点点的进步，但是要安怎大进步，对我来讲，真的拢是这个条件但是袂当讲因为改变这个模式，敢袂当因为改变这个模式，敢袂当？因为咱来感觉是，咱个气息，嘛希望讲有一天会当大彻大悟一样，会当全然放下，要期待迄天，但是要期待的即天，你敢会把握机会？因为咱迄个因缘点是唔知嘛，咱就来把握伫某一种的体悟内底，咱会当看大悟，真正咱达到迄个程度。所以讲机会一定要把握，伫迄个机会内底咧，咱才会当真正找到改变的机会。所以讲咧，伫听经闻法咧，对咱修行的来讲咧，真正就是爱气不死，气流不死。或多或少，咱体会济较少咧，嘛应该见到啦。就是讲我较舒适，听着讲师所讲的，我感受足济。若听着讲师讲，我感受一点点，一点点，若有法度人一点点的，莫讲有啦，拢无真正有啲时间啦。安尼咧，你看会当积少成多，小步脚步咧嘛，希望会当嘛所以讲咧，不管咱讲伊个较徛困难的，等你甲等看会到，电慢慢以前，安尼咧，顺着咱就当改变所以讲咧，伫即个伫即段来讲咧，或是真个业会啦因为顶一次咧，可能是讲好迄个第一段那当然以前真个是讲着，因为是无做投影片，无做投影片，毋是无做投影片电脑保护所以讲人真正虽然电脑是人迄个研究的操纵在他的手中，操纵在人的手中对于了解这个内底或是呢相对了解较多所秀出来伫这本文内底互他个大概感觉讲摕迄个调咱做一种研究的过来调咱做一个研究那么烦恼即破题即烦恼。那么呢，伊是一体两面，一体两面，伊是一体两面的因是，伊毋是两个毋是烦恼归烦恼，破题归破题，毋是安所以讲呢，是一体不离，就是讲咱感觉一定是看到人个变脸的节目，感觉变脸变脸有当时变脸，伊安尼头发一个变一个脸会当变不来脸伊的人敢有改变？并改变但是伊的本人敢有改变？那么咧烦恼甲即个破裂共款，那么来咧讲起咱人的意义咱人一般讲迄个人的意义是好来歹？好呀就讲话讲到意义变啥物面？
变迄个中国的字，啊，够有难啦，有啦。啊，所以讲，人讲我修行修到变面，哦，就是讲伊修行修行了后，伊对了着伊心情会共款。所以讲的为人呢，哦，咱的浅显道德出去，但外口人讲哦，某物人有修，啥物？嘛会当对你外表看出了着你的人，你有修行甲无修？其实你有修行，你有咧改变，但讲相由心生嘛，因为你心有咧改变，自然你的面相会改变。哦，那么咧，平平讲是一个人，有诶是讲变面，或者人讲会讲到譬如讲到无用咧相拍，哦，迄种诶变面就是烦恼。哦，那么咧，偏偏是一个人，一直修行，哦，那么感受道理了后，伫伊的心情用功夫，那么咧来下功夫，一直对伊的内心来做一种的调节，做一个调整，哦，啊，所呈现出来，我咱感觉讲哦，伊是一个有修行的人，哦，那当然伫这所在呢，就是啥？就是菩提嘛，哦，所以偏偏一个人。哦，那么呢，你有无共的心，哦，无共的心啊，哦，那么就是菩萨加烦恼，啊，所以讲伊是一体两面，哦，所以讲呢，伊即个哦，唯有就是讲离开烦恼依自我，变菩提，哦，这应该是讲啊，这个课吼啊，可能一个三级嘅，变菩提。当去找就对了，你去对找菩提，伫烦恼的内底有菩提，啊，你要去外口找菩提吗？毋是，伫烦恼的内底找菩提。所以讲呢，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讲，那么呢，讲静心在风中，静心在风中，你要去对找静，你要去对找静。来找经，即根本无人，我来遮上经，安尼敢是经？毋是真正的经就是讲伊外口哦，人讲咧啊，即个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你今仔日当着好的因缘、歹的因缘，你拢无起了一点伫即个当下内底，那伫即个当下内底，那就是真正的即个菩提。哦，安尼菩提就显露出来啊！那安尼你要去对菩提，敢是伫你的烦恼心转一个念尔嘛？哦，咱拄仔讲的嘛，啊，你若讲转一个念的当中呢，其实呢，哦，伊就是菩提。所以咱讲烦恼即菩提，菩提就是烦恼。哦，那么呢，烦恼即菩提，当然你当着即个烦恼的当中呢，哦，你自然有法度去理解，你有法度理解哦，你若无法度理解。你毋知影要怎找出路？你若知影理解，就是讲当着问题你找答案，那安尼就叫你找。你若当着问题，你做甲困啊，无要去找解决的问题，调整的问题，调整的方法，那安尼呢，咱永远就是烦恼不断，永远就是状态啊。所以讲呢，离开烦恼以自外呢，便无。菩提果必，所以讲人做哪甲咱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哦，这个求托觉，犹如求托觉，哦，犹如托觉。所以讲呢，伫这所在，你要向外去找佛法，你会绝对找不到。佛法在你的自信当中，你的自信当中。你要安怎去甲伊丢导出来的意？所以毋知讲讲，咱咧拜佛，咱到底有是做？但是咱世间人咧，毋知影，拢想讲对一业有偌尊佛咧拜一尊上界义，毋知讲家己有一尊自信佛，迄尊上灵啊，迄尊若离咧吼，你就会当拍拍走；迄尊若无离咧吼，你就会当拍拍走。你竟然找拢你去找对一尊上大尊。迄阵吼，袂互你钱啊！你若无袂甲你穿衫，哦，那么呢，迄是一个外向的佛，
只是用互人去甲伊供养，甲伊礼拜，一种表达心意的一种发想。所以讲呢，自己内底有即阵份的，当然呢，咱一定爱去甲伊找出来。那么真甲伊讲，以海水来讲，海水甲着即个波浪有一体两面的。当然，你海水内底伊无起风影的时阵，伊个海水非常的清澈，亲像一面镜，遮尔平静。但是伊起了着风影，起了着影了后，起风了后，用着即个风来去吹着即个海水，起了着即个波浪，那当然即个所谓烦恼，烦恼从此而生啊。那么呢，当这个风无去风平浪静的当中呢，那么呢，这个浪是对，浪是太自然，你去对找烦，你去对找波浪呢，所以讲呢，伫咱的自心当中呢，咱有了着这个烦恼，就是咱平静的心，咱的良医良言，起了着无言，心中有佛啊。心中有佛，所以讲本来无一佛，何处惹尘埃？所以随即了解无明，甲了解这个佛。所以呢，咱平静的自信，那么呢，咱起了着无明甲这个佛的存在，所以失去了着咱迄种言佛所讲所的自信。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会当去家己体会呢，嘛会当去家己了解。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一定要去甲伊了解那当然呢，伫这个啥呢？伫这个烦恼内底，只要有转念，在烦恼当下转念了后，自然你就会产生了着欢喜。你当下敢毋是道理？你已经找了着伊个菩提自信啊嘛？无你听得出来？你烦恼啦烦恼拜佛，迄个烦恼敢会过去？敢会？你信念若无改变啦若讲来拜佛就会安那就会清净那安尼世间就有得离婚。咱今日去到有看到一个读迄个北英语的女孩子伊读册15天尔，因为因甲伊妈妈讲伊要去上课，结果爬去因迄度咧大14楼85。伊心中有纠结，伊的纠结当然打开啦是算讲，所以讲起码对有了解咱的后一代伊的想法安怎你若要甲讲一定安怎，是安尼。你若甲讲安怎，好像就达不到我们的理想。但是你甲想，照伊的意思去做，无一定较歹，到一定较歹，真的不一定。无对，咱是讲咱是时大人较有经验，咱拢会提供。但是你要提供袂使啦，你解好嘛，伊甲做用。因为安怎讲呢？因为世界无共款咱咧想的嘛，毋是100分的，毋是100分就好咧。因为人咧成就，咱讲真诶咱来甲想要读册，甚至咱讲有读册甲无读册袂法啦。即个安怎讲？当然好是问是讲有读册啦当然伫这社会上爱。一个甲了解起来，就是讲，伊大人条来这妹妹呢，因的大哥姐姐拢袂歹学校对啦。因爸爸妈妈是一个地方有甲是建筑较早。伊嘛想讲即个细汉查某囝伊是讲爱去读迄个选师大的啦，安尼伊是爱去读。但是呢，爸母讲爱去读地方。尾仔呢，当然伊可能嘛袂接受。毋过讲时大人有甲开导，结果呢，伊就去报地方结果呢，敢若是明仔还是昨安尼伫14楼跳落，咱咧看看我，敢若袂我可能会死啦。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有一些真的咱真是大人咧去拿捏起责。我是咧靠内唔讲。是咧讲重话，还咧讲轻话，
小小的吼，那是讲较轻的，较好啦吼。啊，伫迄个所在进入交易股讲吼，因为咱讲的离村自有离村苦啦，感谢人以上，不一定以后会比较较歹，没有结果啦，没有结果。但是你感觉我学啦吼，应该经验较好，所以我甲伊讲安尼应该无毋对。但是你就当着安尼是讲重新的为即个囡仔来讲起来，偌好，伊讲伊后盖偌好，读第一年后盖偌好嘛，到伊个时啊。你若讲伊要读师大，你又要读师大，对无？反正囡仔比你甲讲第一考到标准考的，那也不一定啊，没有结果嘛。佢会当佢现在安尼是足好啊。所以讲我就是遗憾的事情所以讲呢，在这个心念上真正非常这个重要那么呢，是这个欢乐可以应用的亲像正如这个妇女内底会当去生出了这个高贵的这一种莲花。所以讲莲花是出妇女而不掉那么呢，咱伫烦恼，而且讲伫烦恼会当培养因为咱今日囡仔无当条件去体会了人生来到世间呢是为什么？